国民党立委谢龙介伊伫网络节目内底伊咧讲吼，台南市长的选举啊，伊认为啊，赖总统第一届的是林俊宪出来选，第二位呢，并不是大家认为的陈定辉啊。龙介先讲啊，赖总统介意第二位啊，就是伊龙介先啊。谢龙介是安尼要安尼讲咧，陈定辉听完非常的不满啊，那他骂倒去。林俊宪嘛有讲法，来听因三个人的答喙鼓。首选是林俊宪啊，第二是谢龙介。哦，上节目搁再讲到台南的选战，讲家己就是总统赖清德的第二竞选，更加借用其他政治观察家的观点，认为赖清德对立委陈定辉加封闭。他说他这一次只拿40%的选票，基本上是有人背叛他，有某个系统背叛。所以被背叛的人，如果现在他在想要连任的时候，再把兵权交在他们手上，万一再度背叛，他完全无法掌控。谢龙介搁进一步分析，讲林俊宪若选调台南市长，对赖清德2028的选举大盘上有利。不过若是陈定辉调，恐惊会是上歹的结果。去甲予陈定辉伫面册顶悬来发文章。点名谢龙介介入民进党的初选，到底是咧行啥？谢龙介其实长期以来都在暗地里介入民进党的初选，他用一些所谓的内幕来伤害赖清德总统，所以这证明了他最害怕的就是陈亭妃。说我们介入初选一事啊，纯属子虚乌有。国民党绝不会做这种事，我们会赢得堂堂正正，赢得光明正大。林俊宪封扫着洪台尾，表现甲正美秋。伊讲的迄个政治分析实在是龙介讲了有较深啦，我听无啥有伊的意思是啥物啦。讲听无谢龙介的意思，林俊宪唔愿加讲。是讲谢龙介这段话，也互林俊宪甲陈定辉对立的局势愈来愈紧张。Hello， 我是陈雅玲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